今天有受名师遗旨啊，我们很希望能够登堂入室啊。那其实我们已经登堂，已经入室了，但是呢，你不晓得你自己在室内啊，你自己已经入室了啊。当老师打开你那一窍的时候啊，你是一窍通百窍通了啊。照理讲应该是这样子哦。哦，名师给你的这个指玄呐，指出那一窍的道理啊，那么你也要知道其他窍、其他的眼根、耳根、鼻根等等的这些根啊，是跟这个窍呢是窍窍相通啊，所以一窍通百窍通啊。那么我们今天有没有体悟到说，我们这个眼根的根性？是不是跟我们的自信的根性相连在一起呢？那么鼻根的根性、耳根的根性，是不是又跟我们自信的根性相连在一起呢？那眼耳鼻舌身意这样的一个根性有没有关联在一起呢？这个呢？